小丫头快来，我们回去吧。要紧的事情，刚刚听老爷说，王是晚上云小姐临终嘱咐，你就答应老爷做他的姑房女儿吧。要是王小姐愿意的话，明日就办个红莲的事。老爷让我家小姐做姑房娘，明日就办个红莲的事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马上回去收拾收拾。黑玉，玉坤，这丫头这样一来呀，我们大家都有个照应了。小心临终身作高，在老的年岁大，曾经要提倡小姐来照
见。
地方啊，到底是来与我告别，司机他会把云上地不去怪不得放在黄门野草之间，迎风绰绰，我的这个父辈呢？为了我，家兄不必害怕，与小弟的是帮亲戚，小妻子，我真是痛破有伤啊！家兄，这个地方你再也死不得了，我还是到小弟家里去吧。好，来，小妻啊，呀，侬不要哭再哭下去，我也不能哭的。